第一个主日哈，其实还在春节当中了哈。我们也隔壁祝福一下哈，新春猛虎加倍恩典，好不好？给隔壁祝福一下。是的，我们今天也要透过神的话语来再一次领受这个有福之田给我们的一些提醒。我们在走在有福的确据里面，有福的恩典里面。我们先来分享，我们先来做祷告，再来分享神的话。慈悲天父，感谢你，让我们一起领受这样的恩典跟祝福，是因为我们在生命当中有许多的不确定性，我们有许多人的能力无法克服的一个情境，但是当我们安稳在主的手中，当我们走在神祝福的道路，我们就心中踏实，我们心中有得恩典，我们也确信我们是在耕种有福之田。愿这个有福之田是在每一个弟兄姐妹身上，让我们一直栽种，一直成长，也要大大的兴旺。愿神的祝福在我们当中，用你的话语来启示我们每一位。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个话语哈。我们记得这几个礼拜，牧师都用生命记，就是上帝透过摩西所颁布的法令，让所有的百姓有一个依规可循。就像上一次牧师所提到的，在这些以色列百姓当中，他们能够把一条有福的确据，或是一条蒙福恩典子孙蒙福的轨道，把它铺好，然后让后代的子孙一起跟随。那今天的圣经的经文在28章第1节到第8节哈，哇，里面有很多的祝福啦，就是说神把各样人最需要的福气都排列了，但是开头做了一个邀请或是一个要求，就是如果你们听从上主你们的上帝，意思是说一切的恩典福气随时的预备好了，但是前提是你们有遵守神的话语跟命令哈。那我们看这段经文里面有这样子在描述哈，申命记28章第1到8节到第8，他说：如果你们听从上主你们的上帝，切实遵行我今天颁布给你们的一切诫命，这是开头摩西来交代以色列百姓的。如果你们听，而且遵从所颁布的法令，意思是说，神把这条祝福的轨道、祝福的路已经铺好了，但是你们要遵守这条路来行。他第一个祝福就是说，他要使你们比天下任何国家强大，先祝福这个国家，然后第二节又再一次提醒了，你们听从上主，你们上帝就会得到一切的福泽。连两次一直提醒说，你们听从上主，你们上帝，那表示说，神把他的诫命、把他的条例，是把他的要求看在最前面，或者说最基本的，然后后面就一直描述上帝要什么福气给他们。等一下我们在后面会再做一点这个安排哈。那我们都知道，这个中文的福这个字哈，它是一个口加一个田呐，就是有一口田，然后左边是一个祭祀的祀这个字哈，就是有一个敬畏的人会有一口田，大概是这个意思哈。所以这个福口田，我们可以从我们中文的一个很古老的解说里面，就会看到这个田字在从应该是仓颉造字，这个田字大概没什么大改变，这是古代的田的字样哈，真的就是一口、2口、3口、4口这样子。那有的古代的这个字，包括甲骨文里面哈，有的是有6口的就是两横的哈，这个是标准的田字，是从很老久了，我们的老祖宗就这样子传承下来，表示这个田它是象形文字，很清楚的。刚刚我们看见这个田哈，但是如果说我们在中文里面有关田地的文字是很多比如说我们有菜圃的圃哈，是园，很多字都是在跟田有关，但是这个田它有特别做了一个界定，他说田
就是种禾稼也。田就是你有在耕作了，才叫做田。不然有荒地，对不对？有旷野，有沙漠，一片土地，这不一定是田。田是有人在里面耕耘的，所以他说以耕者曰田。那这个田就表示上帝是给这个大自然，但是人加入在里面的，它才叫做田。没有人在里面运作的痕迹，那就像一片荒野。所以我们基督徒呢，就是从经文里面，从古以来我们就拥有了上帝的恩典，就是我们一口福田。这个田不只是一个能耕作的田，而是有福之田。这个是我们基督徒最大的恩典跟祈求。那这个有福之田怎么耕作呢？有福之田是什么意思呢？在箴言的10章22节这样说：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有福的人，他是除去忧虑的。富足并不一定是每一件都好事，富足要不加忧虑。不然有的人虽然空有豪宅美屋，空有豪车空有一生的这个积蓄，但是心中没有平安，那些变成他的一个负担。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田字去看见，有人耕耘的田才是真正被神所祝福的。那我们也可以看见说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他都把这个8个福气放在跟随神的话语里面的祝福都描述了起来。8福从那个福开始，然后证明上帝的儿女确实是有福的，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儿女。换句话说，你领受这个福气是有一个根据的，而不是平白下来的。那这8福我们很多人都耳熟能详，虽然不是从头到尾继续迷，但是我们可以从这边看见这个福气的根基。他说，第一个，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土地；饥渴沐浴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邻续人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邻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成为神的儿女；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们看见说有福了，有福了有福，我们通常人的基本点是说，有福我都要，但是减少那个要付出的代价，或是要去努力耕耘的部分。但是主耶稣很清楚跟我们讲，你有福是因为你使人和睦，你有福是因为为义受逼迫，你有福是因为你饥渴沐浴，你邻续人有清心的人。所以这个有福是要耕耘来的，而不是平白从天上掉下来的。我们也看见圣经里面记载了很多上帝赐福给他儿女的故事了这个都是我们平常就常常讲的但是我们可以从这样看见神的儿女得神祝福的，是一个基督徒最大的恩典。创世纪开始记载，上帝造人，将人置放在美丽的伊甸园中。神把儿女放在一个无忧无虑的一个伊甸园里面。上帝呼召亚伯拉罕，是因为他的爱，而将最美丽恩典赐予他。从遥远的东方，然后一直奔波，一直移民来到迦南地。然后上帝说要赐给他一个流奶与蜜之地。虽然亚伯拉罕他还没看见应许之地在哪边，但是因着信他就领受到这样的祝福。我们也看到约瑟他被卖去埃及，看似经历了很多的苦难，很多的挑战，但是把咒诅化为祝福，成为他的家族一个得拯救的一个根基。如果没有他，也许亚伯拉罕这个家族就消失掉了。我们也看到但以理，虽然是在国家灭亡的时刻，被迫离开了自己的国家在异邦服侍异邦的王，
但是上帝跟他同在，他就成为救赎他家族或是他的国家的一个伟人这样子。我们看到出埃及记记载了上帝照顾他的百姓，经历水火也不遭害，反之成为喜乐、自由、幸福的百姓。弟兄姐妹，我们看见这些福气是从神而来，在新年的开始，我们期待这样的恩典跟福气，我们每一个人都掌握住了。我们刚刚说种一口福田，这个福的田，这个田地，因为既然是有人耕作了，那你就是要付出一个耕耘的代价，或是按照时序、按照天气变化，你去耕耘。我们都多多少少了，你即使没有接触过田园，你都知道现在的四季变化很大。很多农夫春天到了就预备要栽种、要耕耘，但是他们没有办法100%把握说，那今年我会不会丰收？虽然我已经预备好了，土地也耕耘了，杂草也除去了，土也松软了，撒下种子了，但是还要看到底天气好不好，气候适不适合，这个温度适不适合，这一个台风会不会来？我们去年一年很多人很了解，什么水果出了很多，表示气候适合这个水果。但有的水果很贵，因为刚好那个时候天气太凉啦，雨水太多啦，或是不下雨啦，那个水果就不好吃了。我们都会看见这个土地的变化是跟这个天候跟时间都有很大的变化，但是人的耕耘是基本的。我记得我的故乡是一个很偏僻的小岛，那边没有像我们台湾我们知道台湾有台风嘛每一次那个溪流在台风一来的时候，从山上把那些泥土冲刷下来。其实我们知道，我们整个西部的平原大概都是这些从山上冲下来的那些肥沃的泥沙所堆积起来，叫做冲积平原，对不对？一直冲，所以台湾原来的土地是瘦的啦，因为每一年的台风，每一年的大雨、大水、洪水、土石流一直冲下来，所以很多人在溪边种植那些瓜果都非常的肥沃，因为从山上那些千百年来的树木所掉下来的腐殖土，然后让整个土非常的肥沃。那西部成为谷仓也是这个原因。我们的台南以前在郑成功的时代，其实很多地方都是还是水地，那是因为一次一次的台风把从山上的泥沙带下来，才慢慢把我们整个台南的腹地都全部填满了这个泥沙，一直到七股一直到安平，一直到市草那个地方。那讲这些，我们知道台湾是一个上帝所恩典的，他因为每年赐给我们这么些都肥沃的土地。我说我的故乡是一个小岛，那个是火山岛，所以呢根本没什么泥沙，没有像这个冲积扇平原都没有。所以我记得我阿嬷她那个时候嫁到我们下家来，那个时候刚好大概是日本时代了日本时代，然后要接那个战后那个时段，那个时候刚好物资也缺乏，所以她说她嫁过来要跟他们那些妯娌那些她的姑姑小姑他们一起都要到农地去。那没有什么农地是一块荒废的那个斜坡，然后他们就要拿那些锄头一片一片的把那些泥土里面的沙那个石头大块的把它挖起来，然后把它堆垒到那个边边的，因为它是一个斜坡嘛，用那些石头把它拨砍起来，然后好不容易有一块小小的平地，那平地呢都是石头，所以要一直挖，至少挖到那个种植可以生根的那个深度。而且因为用锄头挖大的石头，小石头也捡不完还要去拿那个类似筛子用铁的筛子把它筛一筛，把那些稍微粗一点的石头把它倒掉，然后剩下那一片土。因为
那边的那个软土很少，而且那个土也没有什么营养，因为都是火山所形成的。然后他们就用那块小小的土地种花生啦，种那个甘薯啦，就是我们的地瓜啦，要不然就种一点那个杂粮，类似玉米啦、高粱这样子。所以每一次耕作都觉得很珍惜，因为没有那么多的土地可以种啊，哈。而且哈，那个泥土非常的硬。每一次种植哈，我们知道台湾，我们那些沙土啊，我们在大西边啊，比如说你们到北港不是有出花生很好吗？那些花生，那些农夫啊，只要把整丛的那个花生叶子把它拉起来，那些花生都连在那个根里面，对不对？整个拔起来了，就拔掉了。只要把它拔下来，我们地方乡下的泥土一旦经过雨水过了之后，就硬起来。它在土里面生长哦，那个上面的那个植栽拔掉，那个花生没有办法跟着上来。所以我们的前辈、我们的长辈，他们都要用那一个小小的那个耙子哈，一片一片土地，一片一片土地，把它全部挖一遍哦。因为那个花生都埋在土里面了，整块土地翻一遍。还好我们那边的土地不多，如果像台湾呢，要一分地一甲地，那还得了？因为土地硬到不可能那个花生会跟着拔起来。所以就是那样的辛苦的环境当中，每一年他好不容易收成了少少的花生、地瓜，还有那些高粱、玉米这样子。所以呢，土地的耕耘是要用心血去的啦，要努力去的。我也看见谢牧师，我们谢牧师他的故乡，他的爸爸也是从年轻就是守住那一块田地，也不是说很肥沃的，因为在半山上嘛，不在我们那个平原里面，那个泥土非常的肥沃，还是要每一天去耕作，每一天这个比我们上班的还勤呢，因为一早就要去了，傍晚才回来，就是一生就耕耘那一块土地。所以田地有福之田，不是白白的，你放在那边野草都生起来了，要去耕耘。所以呢，在这个新年新的季节开始了，我们期待我们有新年的新希望跟祝福。我们从诗篇26、25篇得到一个神的恩典。早上我们在第一堂礼拜的时候，我们有读那个启应文了哈。启应文里面我们周报也有，就是在记载了神的祝福的一个经文。那我们可以从这个投影片当中看见哈，我们要迎接丰收的祝福。诗篇65篇第9节他说：“你眷顾地，降下透雨，使大地回美。神的河满了水，你这样浇灌地，好为人预备五谷。”神要在一个我们人一起搭配的耕作之下，神要眷顾大地，然后透下透雨，使大地回美，河满了水，浇灌了。所以这个土地每一个环节都兼顾到，神要让我们得到丰收哈。还有65篇11节，我们很习惯读的这段经文：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了脂油。第二个，我们在新年的祝福里面，我们要蒙赦免，我们要得医治。他说：“他赦免你一切罪孽，医治你一切疾病，他以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是在103篇的3到4节。弟兄姐妹，我们再重回到这个田地，我们都知道无论我的故乡谢牧师的老家，或是我们一般在种田地的，你们都知道，我努力耕耘就不一定有收获，更何况不去耕耘。但是耕耘，你要除去杂草，你要除去虫，你要除去很多硬地的这个干扰，还要包括气候要好，风调雨顺。还有一个点是什么呢？我们看到诗人在讲说，汗滴禾
汗滴滴到土里面，禾下土，粒粒皆辛苦。我们人因为耕耘了、流汗了，在这块土地上，你把一切障碍排除掉，把一切的困境排除掉，把一切不好的因素排除掉，我们的五谷才能够成长。换句话说，我们要种一口生命的福田，我们也要一样，愿求神帮我们除去一切的罪孽。所以蒙赦免的意思是我们得福气。为什么有人说我得恩典得祝福你祷告蒙应许，但是我为什么没有呢？有时候我们不是说谁比较上帝比较偏心谁，上帝比较爱谁，不是是因为你曾经有某种障碍或是某种阻隔在你的身上，你要求神赦免我们的一切的罪，医治一切的疾病，让我们脱离这些捆绑。他说用慈爱慈悲跟仁爱来当为我们的冠冕。第三个，我们也要享受从神来的祝福，享受欢乐跟恩典。诗篇103篇第5节，他说：“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鹰返老还童。”我们的周报里面的那个这个大纲文这个鹰写错了，是如鹰鸟，老鹰返老还童的意思。弟兄姐妹，在新的一年，那我们有的到处去旅游啦、吃美食啦、逛街啦，有的是亲人好友相聚。我们明天开始就要恢复我们那个这个绷紧神经啦，或是绷紧我们的花条，准备一年的努力。那请记得，上帝从不留美物不给儿女，这是从我们生命记28章1到8节所给我们的应许。上帝他毫无保留的要把所有的美物不给就都把所有的美物美好的物都要留给我们。所以我们一起来领受这样的福气是怎么样的福气有上帝的同在就有福气。我们所拥有的福气是来自上帝的同在，就如同彼得捕鱼，他一直越顺从上帝的指示，耶稣的指示，他就撒网到水深之处。这是我们以个人的经验上是违背的因为我们知道耶稣他在那边跟门徒相见的时候，他说门徒一夜劳累都没有得到什么收获。耶稣讲完道之后，就跟彼得说：“你把船开往水深之处，在那边下网。”从彼得的抓鱼的经验，在加利利海，他知道那个地方，在他的经验是抓不到鱼的，但是因为顺服了，因为愿意听从神的话语，听从耶稣的话，他就照耶稣的指示，把船开到水深之处，把网来撒下。圣经说，鱼满了网，而且几乎要破掉。其实我们人有时候劳累一整夜都没什么收获，你常常会有点抱怨说，我又不是不认真又不是不努力，但是为什么会这样？请记得，你是不是有走在神的恩典跟同在的路上？所以拥有上帝的同在，就能有丰收。所以我们要彼此勉励，说我们常常亲近上帝，向上帝祈求，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然后我们从1到8节里面，我们看见神给我们应许是什么？他说他要使你们比天下任何国家强大，而且使子民超乎万民之上，使他们在世上中间得到尊荣。我们知道一个国家一个百姓是不是有幸福感？他不是得荣誉是很重要的我们知道全世界的100-200个国家嘛有的国家在世界的那个眼光来看就是微不足道，有的国家是被尊敬的。我们真的很感恩的我们台湾虽然这块小岛其实不大，但是有2300万的人口。你会感受到这段时间台湾的变化。我们都知道台湾在这个国际的政治的氛围之下，我们在国际地位其实是一直没有办法见光的。但是台湾人不是因为这样就自甘堕落，或是自己感到很残碎，没有。我
我们就是兢兢业业的一起努力，一起努力。当然，我们是在产业上有非常棒的发展。我们台湾的各样的产业或是人才的培育，真的是让人家刮目相看。所以最近这几年当中，特别是因为 COVID-19 的关系，我们台湾也能够得保全哈，然后在世界的曝光度就很大，包括我们的科技产业。所以，我们发现台湾人哈，以前感觉自己说是台湾人，觉得还有点羞愧，但现在你很勇敢到国外的时候，你说我从台湾来，你的护照很好用，因为我们的护照外面的黑市一本要好几万的钱，因为大家抢着要，有没有100多国来接受我们这个免签？那换句就是说什么？因为你的国家有信用嘛，你的国家的经济够好，人家才会信任你。所以要说神的祝福要使你的国家强大，万民之中被尊敬，那个是一个国民最大的祝福。那我们又看见神的第二个祝福是要赐给你们的城镇和田园，无论在何处得赐福，能够祝福城市跟乡镇田园。那我们常常看到说，台南就是一个古都嘛，哈，已经400年的发展了。那很多人在讲说，台南呢到底有什么好玩的地方？我们在地人都觉得，没什么好去的。那奇怪，外地人很喜欢来。听说安平小镇哈，安平那个小小的一个区块，全国好几百万人来最多人口的就是到安平去，要看那个老街。我们这个城镇呢，如果有神的带领，有一个古老的文化在那边发展，那又有我们现代的科技在这边发展，那真的是我们的台南市是蒙福的一个都市。那我们要求神让我们这个城市居民发展非常的顺利，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经济，还有包括我们自己的安全、我们的那个气候都得神的祝福。第3个祝福说，上主要赐福给你们，使你们多子多孙，五谷丰收，牛羊繁多，生养众多，遍满天地面，家族产业要兴盛，这是我们基本的福气，也是神所要赐福的。再来，上主要使你们的谷物和揉面的器具都蒙福，生活得饱足，物资要充裕。那其实这样的祝福，我们在台湾的百姓会觉得，这个是基本的，没有什么嘛，对不对？请记得哈，台湾人各样物资丰盛啊，真的是神特别的恩典呢。在很多国家哈，你说有那么多的水果，那么多的谷物，那么多的餐厅哈，那是真的是不简单的。所以很多人到国外去旅游，发现还是回到台湾最好玩，因为台湾呢吃什么都好，而且很便宜。在国外有的地方啊，它的那个3餐要贵到你不想下单，因为太贵了。那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在古代，你的谷物跟揉面的器具都蒙福，那表示说你的餐厅不缺了，你的厨房不缺东西，不会像我们现在物资丰盛的不得了。那这个是神给百姓的祝福。还有一个祝福，那更重要。他说：“上主要使你们出入平安，事事蒙福。”圣经里面的这段话非常有意思。他说：“他要击败前来攻击的敌人，敌人从一个方向来攻击，就要从4面8方奔逃。”那这个是现代中文所写的。换句话说，敌人好像势如破竹要攻打你，但最后变成落荒而逃了落荒而逃就是到处跑啊。他从一个地方来是表示有组织的、有目标的，而且是充满信心的。他从四面八方奔逃，表示已经溃不成军了。所以那个和本他讲的话比较让人家的记忆深刻。他说：“他们从一条路来攻击你，必从7条路逃跑。1条路攻击，7条路逃跑。”我们知道台湾虽然很安定，很多人享受美好富足的生活，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还是
存在的威胁和攻击。但是神的祝福会让我们出入平安，事事蒙福，又不怕敌人的攻击，这是我们最得恩典的祝福。最后还有这段经文里面还有讲说，在你的仓房里，并你所犯的一切事上，耶和华的福必临到你，而且耶和华的神，你的神也要在你所给你的土地上赐福于你。弟兄姐妹，我们看那些福气好像洋洋洒洒摆了一叠，但其实我们真的是说，我们有一种谦卑虔诚的心说，这一口福田，有福之田是我拥有的，我要努力去耕耘，我要努力去追求，我要努力去寻求神的祝福。所以我们有一个彼此的勉励在生命中我们怎么样去拥有这颗福田？这一块福田，有福之田，我们需要我们有上帝美好的特质去领受。就像这块田地，我们有认真去耕耘了，我们认真去守候了，然后这个恩典就在我们的守候当中来实现。首先一个就是我们要常常跟神亲近祷告，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了我们，这是一个生命的特质。第二个基督徒的生命特质是爱慕他，上帝与爱慕他的人同住，并且向他显现。上帝看重那一些愿意亲近他的人。第三个，默想他。我们常常默想神的话语，默想神的神迹，在生命中所领受的恩典。再来是安静的心里倾听神的话语，安静用心倾听圣灵对我们所诉说的，你的内心的良知会感动、改变、催促我们。倾听顺服圣灵的教导，就会明白神的心意。换句话说，我们祷告是讲给神听，但是你另外一面是倾听，安静的。当你读完一段经文，你就默默的领受说：神啊，你到底从这个经文要对我说什么？倾听是让圣灵说话。再来，我们要跟随主的脚步，常常跟随他，按照圣经的教导，并在生活之中遵行上帝的话，我们就会蒙福。这是按照申命记28章1到8节所给我们的启示，我们要在生活上把它实行出来。第二段部分就是我们要常常述说上帝的恩典，所以要见证神的祝福。就好像我们在说见证，我们在生命见证出来，就是以生命来注释圣经的意思。圣经的话语是用我们的生命把它活出来的，而且证明上帝能用大能的手来改变我们。因为你常常述说，你就会更经验神的同在。基督徒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行在光明中。我们要有使徒的特质使徒的特质就是好像活在阳光之下，在神的恩典光明之子，仰不愧于天，俯不愧于人。活在光明里面，就是因为有神的同在，有神的陪伴，我们在光明之中成为一个光明的儿女，喜乐跟平安。最后是活在信心里面，要相信上帝随时跟我们同行，将上帝的尊荣、喜乐、光明来活出来。我们基督徒跟一般的人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不一样，特别是我们处在这个社会、这个文化、这个氛围当中。但是我们的不一样，是因为我们内心跟神的关系不一样，所以你就会活出那个生命的光辉出来。所以我们期待新的一年之中，我们得到这些祝福。这些祝福是什么呢？上帝将多而又多的恩典跟福分加添在我们的家庭、事业、教会跟国家之中。新的一年，明天开始，各士农工商都要开始了。我们看到这个社会变化很快，产业也变动了很多。我们刚过一个春节，就发现说全世界那个 AI 的那个产业突然间产这个大变动。那台湾刚好在春节当中
好像纹风不动。那明天呢，股市一开市，不知道会怎么样。你看那个变化何等之大，一个春节假期就会让一个产业有时候从高峰跌到谷底耶。但是我们期待神给我们的祝福是多而又多的、稳定的，上帝的恩典加添在我们的家庭、事业、教会、国家之中。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在神面前跟神呼求说：是的，主啊，这个有福之田，愿神为我预备，但是我愿意努力跟随，一起耕种，就像农夫，无论是刮风下雨，无论是天气凉冷或是炎热，他就一步一步的去耕耘，让这块田地在神的祝福之下，时间到了，结出了饱饱的果实或是鼓励，让我们享有神所赐的丰收，好像恩典跟冠冕都存在在我们当中。愿神让每一个弟兄姐妹，你都能耕耘这一块有福之田。也许你是在产业当中，你是在上班工作，你是还是一个学生在读书，或是你自己在做生意，也许你已经退休了，但是愿神让你所耕耘的田地是一块有福之田。神透过这个有福之田，在见证上的同在，也见证神跟你一起耕耘的一个美好的成果。弟兄姐妹，我们要一起来唱一首诗歌来见证神的恩典。这首诗歌是信靠耶稣真是甜美。我们一个传统的诗歌，我们一边唱